我好笨笨。不笨不笨，哥哥在呢。来，再试一次。没用的人，去死吧！喂，糟了，又犯病了。妹妹，你先自己练一会儿，我们去就回。走。怎么样，平静了一些吗？那试试拥抱。感觉怎么样？还有想伤害他的冲动吗？你呢？还想保护他吗？是平复了一些，但是还不够。那这样呢？再努力一下，一定就可以了。来，箭头对靶心，拉弦心要稳。你先自己练一会儿。学了多少天了，射了多少箭了？怎么一箭还学不会啊？能学学，不学把他砍了。哎，妹妹自己练会儿。又没射中，这都几天了，怎么还没学会啊？我们一上课就犯病，一犯病就去治病，没有人教他，也难怪学不会。这样下去不行啊！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既然这样，也顾不上脸面了，把手给我。不太行啊，有点费劲。妹妹，我让姐姐给你做个示范。呀，这只手怎么格外的凉啊？啊，是吗？可能受了风。快走，我去给你暖暖。好。热不热呀？我帮你擦擦汗。你好像也有点出汗了，我帮你也擦擦。是挺热的哈。你们俩够了！到底是来教我学射箭，还是卿卿我的？我不练了，哼！好像是有点过分啊。婉柔妹妹太厉害了，进步这么大，是我该恭喜姐姐吧？跟三阿哥感情进步神速呢。哎，小姑娘家家的，别乱说话。哼，才没有呢！我真不想待在你们身边，我要走了，祝你们幸福，再也不会来找你了。哼。妹妹慢走啊！婉柔妹妹，王府大门永远为你敞开，想来的时候就来啊！他想来就来，那我也想打就打喽。糟了，又犯病了。点点修饰，英气逼人。我穿这样会不会太显眼了？颜色鲜明，有精气神儿。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已经是三阿哥的人了，以后自然要当好贤内助，为三阿哥操持内务，分忧解难。今日三阿哥进宫面圣，也想借此开个好头。三阿哥，你这是做甚？我想，以后每天醒来，见到的第一个人都是你。三阿哥，三阿哥你在吗？三阿哥，竟然在这种时候打扰我们，这个可怜的长乐，今天要让他吃苦头了。早啊，三阿哥。
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不老板找我吗？我就提前回来了。刚好休假结束，就想着来分公司看看你。这位是？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的发小舒妙 ，UCLA 毕业，知名编剧。还没毕业的时候啊，就写了很多热播剧了。这么优秀的发小，怎么之前没听你提起过呢？哎，我没提过吗？林红倒是常常跟我提起你呢，真没想到，你竟然会去搞什么创投项目。哎，也算是很有挑战的嘛。中秋节我回了趟杭州，带了点特产给你们，鲜肉榨菜月饼，尝尝。鲜肉榨菜月饼，这个我真的是太久没有吃到了。月饼不都是甜的吗？好像的确只有我们杭州人爱吃鲜肉榨菜月饼。那这块儿也给你。西北最近出兵不顺，皇上心情不好，三阿哥着装言行更是要谨慎低调，不宜那般鲜亮。三阿哥眉形本就很好，这么修却有些画蛇添足了。我觉得改变一下也挺好，这样就柔和许多了。皇上最近忙于政务，眼神不好，这是妾身命人特地定制的眼镜。若三阿哥送上，皇上一定十分开心。皇阿玛的确越发迷恋西洋玩意儿。上次那个西洋传教士送来的西洋钟表，他还……苏淼，费心了。想到又能像以前那样为三阿哥操持内务、排忧解难，妾身可真是太高兴了。时辰到了，还走不走啊？哎。走。此次进宫可能会待上几日。那这府里的大小事务，三阿哥放心，进了府就都是姐妹，我会好好照顾妹妹的。那我走了。早就听闻妹妹气质非凡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今夜我设宴款待妹妹，咱们姐妹好好叙一叙。妹妹，可一定要赏脸啊！当然。小主，您不能去，这就是鸿门宴。这苏淼的段位确实比之前几个对手高太多了，表面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汹涌。从回来开始，就在不动声色地宣示着自己正主的地位。那我现在就去找苏氏请辞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跟他也该有个了断了。这些都是三阿哥打小便爱吃的，妹妹得空可以学学。三阿哥最近喜欢上了一些新口味。人嘛，吃惯了好的，见那些没吃过的，哪怕上不了台面，也难免图个新鲜。吃过了也就不新鲜了，最终还是要回归习惯的。姐姐邀我来吃饭，不会就是为了讨论菜品吧？妹妹是敞亮人，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了。能看出，三阿哥对你甚是欢喜，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得到我这么久都没得到的宠爱，我甚是服气。不过我与三阿哥青梅竹马，感情之深，
不花点气力，怕是也难以撼动。之前，若不是佳琪蠢笨，你怕是早已不在了。佳琪身后的幕后主使，果然是你。我和佳琪能够和睦相处，是因为我们各取所需。他要他的宠爱，我要我的嫡福晋。所以我离福礼佛，把三阿哥让给他。可惜啊，遇上你这么个对手。不过你比他更聪明，我想我们也能和平共处。你怎么肯定我们就能共处？如果成为嫡福晋的代价是天天看着三阿哥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你能忍吗？我就可以。我要的是名分。如果你要的只是爱情，那我们就可以和平共处。不但如此，我还会和你联手，除掉任何威胁到你爱情的人。就像当初联合佳琪想要搞走我那样。果真聪明。不过，如果有人贪心，两样都想要，那就试试看了。吃啊，再不吃，菜都凉凉了。尝尝。小主，是不是忘了放糖啊？又要好看，又要甜，什么都想要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奴婢惹小主不开心了，罪该万死。不怪你，都怪这荷花酥。如果吃上去都不甜了，这荷花酥再好看，还能是荷花酥吗？小主，奴婢真的知道错了。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怎么都不接我电话呀？我，你状态不太对啊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不用。新月，新月，新月！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的电脑呢？我稿子还没写完呢。你还要写什么稿子啊？都胃穿孔了，一定要好好休养的。那也要写啊，马上就要创图截稿了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不能功亏一篑啊。这些你都可以放心，我已经找书妙来帮忙了。书妙？他有资历，也有作品。如果他可以加入团队的话，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如果书妙的加入也是一种天意呢？或许我应该体验一下这种从来没有想过的剧情呢。小主，小主，德贵妃已经到府上了，说想来看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什么？妾身给德贵妃请安。妾身给德免礼贵妃。免礼。你有身孕，不宜乱动。林红还要留在宫中多陪皇上几日，本宫担心你的情况，便想过来看看。近来感觉可好？谢贵妃娘娘关心，一切尚好。这高氏怀孕有关皇家子嗣，苏氏你可得好生照料。德贵妃说的是，妾身今后一定小心照顾。妹妹身材令人羡慕，这么久了都不显肚子，倒像是没怀孕似的。哦，姐姐说笑了，这孩子怕生，往后躲着呢。贵妃娘娘，不如先到正殿休息，等妾身换一件不这么宽松的衣裳，就来找您。也好，
一路劳顿，本宫也乏了，走吧。小桂子，哎，你这扇子得扇得勤快些，别让高氏中暑了。得嘞。真儿，你这茶水也上得勤些，别让妹妹渴着了。你看这肚子，头尖尖的，跟本宫当时怀林红一模一样，肯定是个男孩。是。苏轼，你得向高氏多学习学习啊。谢贵妃提点，正想问问妹妹，这怀孕是什么感觉啊？你说这怀孕到底是什么感觉啊？比如肌肉酸痛、耻骨疼痛、便秘啊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情绪低落。很多孕妇最后都会产后抑郁的。你怎么这么了解啊？难道你有私生子啦？我这是在为我未来的老婆做准备，好不好？女生怀个孕很不容易的，我就想着，男生又不能替她分担，只能让她感觉舒服一点。那，我跟你讲啊，还有这些注意事项，比如说你不能吃得太饱，例如害喜时应避免大量进食，又要避免空腹，最好少食多餐，时常外出散步，避免一直在屋子里，闷得情绪低落。如此，本宫便放心了。林红平时对你可有关照？这个嘛，终于写完了。糟了，突然来大姨妈了。左边口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每个月不都那几天吗三阿哥其实对我挺好的。这孩子呀，自小便会关照他人。小时候啊，他写文章。小主，侧福晋是吧？奴婢不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故意的。妹妹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快叫太医，叫太医！楠楠，不用，真不用。本宫，德贵妃。小主，太医已经在问，您这是做甚？这无湿散服用少量，当下会全身发热，应该能造成太热的效果。不行啊，你是在用性命冒险啊！那怎么办？太医马上就要到了，这一把脉就全露馅了。那我去想办法稳住太医。没用的，事已至此，只能搏一把。侧福晋，您竟然……怎么了？这可是欺瞒贵妃娘娘啊！此话怎讲啊？侧福晋，您平日里饮食无辣不欢吧？啊？您素体阳盛，胎动不安，虚热不止，实乃胎热。我确实是嘴馋，自己偷偷吃了，还请太医先不要告诉贵妃，免得她老人家担心啊。幸好发现的及时，只要及时改正饮食，加之药材调理，并无大碍。大人，快救救我们小主吧！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小主，小主，慢点儿。怪哉，小主的脉象跟刚才侧福晋的胎热如出一辙。莫不是小主也……方才发现膳房里有午时散，恐怕我已经误食体内了。午时散，怪不得，食用少量，却会有胎热之脉象。那快再给妹妹诊诊，这要是误服了，恐伤胎气啊！小主，在下疏忽，刚才未能分清脉象是午时散所致，还是喜脉所致，在下恳请再次诊脉。我看没那个必要了吧？贵妃娘娘心系您肚中胎儿，
若有疏漏，可是诛九族之罪啊！妹妹，再让太医诊诊吧，以防万一嘛。恳请小主再给在下诊脉机会。怎么办？哎呀！芷兰，芷兰，你怎么了，芷兰？小主切莫激动，伤了胎气，我定全力医治。救救他！救我呀！快救我！大人，你这衣裳的布料十分讲究呢。眼光不错，竟能看出来。大人，你这肌肤如此光滑，让人不禁想要抚触。我用的是护手配方，姑娘若是喜欢，回头我送你一份。哎呀，大人，你这身上的香囊闻起来也极为有层次呢。那现在，可以诊脉了吧？那太医可要仔细诊断了呢。哎，哈，你来抓我呀！姑娘不必如此锲而不舍，我是先进的攻，后行的医，你懂的。如此抗拒，果真有猫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贵妃娘娘恕罪，前段时间妾身不慎摔倒，导致滑胎了。高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如此重大之事，你竟敢私自隐瞒！我也是怕您怪罪，才一直不敢说。何时摔的？人证何在？当时只有妾身一人在场。在哪儿摔的？怎么摔的？在石桥边的石子路上。高氏，你到底是滑胎，还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本宫？你根本就没怀上过！你到底是滑胎，还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本宫？你根本就没怀上过！不说实情是吧？小桂子，上手段，让他给我说实话。慢，德贵妃请息怒。之前是我陪同妹妹到花园散步，奈何雨天路面湿滑，这才酿成悲剧。之后，妹妹同三阿哥本想加以努力，将功赎罪，没料到还没成功，德贵妃您就先来了。当真？妾身没有必要为了高氏圆谎而欺骗您，妹妹也是怕您失望，这才强忍悲痛，没有告知。妹妹和三阿哥感情那么好，又年轻，相信假以时日，一定能怀上子嗣的，是不是？是，请贵妃娘娘恕罪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本宫也并非不通情达理之人。你刚小产，也不容易。可怜我的儿，怎么也没个子嗣。苏氏，你也不争点气。都是天命，妹妹与三阿哥命中有缘，自是要更加努力的，是不是啊，妹妹？是。先前你一直提身孕之事，我还以为德贵妃是何等聪慧之人，即便你借此躲过一劫，始终还是难保下次不被揭发。你给她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恐怕下次我再想保你，也无能为力了。为何帮我？你进府以来的一路表现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相比于敌人，我更想你当我的盟友。我说过，我只要嫡福晋，
与其你我两败俱伤，不如你我合作，各取所需。你要你的爱情，我要我的福晋，怎么样？我们的姐妹盟约也该建立了吧？一会儿啊，书庙他就要回总公司了，内容我已经对接过了，你就负责好好休养就行。那个，我想跟书庙单独聊聊剧本，你能不能？那我去给你们买点喝的，啊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是不是喜欢何林红？你想多了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项目，你我各取所需。姐姐真能互不干涉，各取所需。井水不犯河水，倘若今后谁擅自越线呢？那就别怪对方下狠手。这次面圣女皇阿玛已经明确点名，要你尽快定得嫡福晋之事。你可想好了？那我帮你选吧。苏淼出身正嫡，家世显赫，与你是青梅竹马，自是嫡福晋最佳人选。儿臣年纪尚小，嫡福晋之事事关重大，还不想这么快决定。皇上有心立你为皇储，才会如此关心你的婚事子嗣。你可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违抗他的意思。